喂，大家好，翻嚟現代三國志啊！上個禮拜冇做節目，因為太忙。咁其實都忙緊嘅，咁但係點都要交學差嘅。咁同埋有啲嘢真係值得講。有單新聞消息喺 Bloomberg 嘅，講美國而家 AI 行業嗰個內卷啊嗰個一個係 circular economy 嚟嘅。呢度真係都幾有趣咁，同埋真係值得同大家研究嘅，亦都可以諗翻我哋即係上一集講 AI 呢樣嘢啦，即係美國而家 AI 咧係主要嘅引擎嚟㗎啦嚇，即係成個美國經濟係靠佢嘅。記唔記得上一集我有提到話美國有個哈佛學者，佢研究美國經濟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基本上係靠晒 AI 嘅，即係如果攞走 AI 嗰部分咧，佢計得到美國經濟增長咧，只係增長咗0.5%，即係1%都冇，即係基本上全部增長咧係靠 AI，所以美國 AI 嗰個行業咧係非常之重要。咁 Bloomberg 出咗做文章，我覺得好正，因為佢有陣時候啲嘢都幾好嘅，有陣時候垃圾，有陣時候幾好。咁今次我哋有運行啦，真係幾好。嗱，show 俾大家睇啦，呢張圖，我建議大家咧慢慢消化呢張圖，然之後上翻 Bloomberg 嗰個 article 嗰度睇，咁睇下大家消唔消化到呢張圖咧，同埋即係成個呢個咁嘅關係咧，我都用咗唔少時間去消化。OK， 咁我嘗試解釋翻俾大家啦。主要咧，即係而家做個簡化版俾大家先啦，咁然之後先大家慢慢去了解嗰啲細節。佢基本上係幾間大公司攞咗嚿錢拋來拋去，就係咁樣。咁你見得到咧，嗱呢度有啲公司，我相信大家一睇就認得嘅。OK， 第一就係 NVIDIA 英偉達，佢係主角，佢喺中間。OK。咁嗱 ，OpenAI 大家都聽過啦，即係 ChatGPT 嗰間公司。OK，Microsoft 又知，大家都知啦，唔使介紹啦。咁另外有 Intel 有 Oracle， 相信大家都知啦。OK，Intel 即係喂，我哋而家用嘅電腦啊，Intel 啲晶片咯。Oracle 都聽過啦，即係做 database 同埋做呢個雲端服務嘅。OK，咁 XAI 啦，嗱 XAI 係咩咧？XAI 就其實就係 Elon Musk 馬斯克嗰個AI 公司。AMD 大家都聽過啦，即係個Intel 嘅對手。咁另外有其他啲細公司嘅，例如 Anscale Mistral 啊，同埋呢個上油角嗰間 CoreWeave 咧。OK， 呢啲可能大家未聽過 ，CoreWeave 我都未聽過。咁查翻咧，佢基本上都係做 AI 軟件、AI infrastructure， 但係咧即係主要嗰幾間 OpenAI、英偉達、Oracle，OK， 咁嗱，即係而家咧就係英偉達，OK， 攞嚿錢出嚟，你見得到咧，佢攞咗100個 billion 100個 billion 好多錢啊，嗰度係1000億嘅美金喎。OK，NVIDIA agrees to invest up to 100 billion in OpenAI， 拋俾 OpenAI， 咁然之後 OpenAI 咧就拋俾另外一個 player。之後就拋俾另外一個 player， 之後咧就投資翻入去英偉達嗰度。OK， 即係好似你阿爸俾咗1萬蚊你阿媽，之後你阿媽咧就攞咗5嚿水去買餸啦，就俾咗9500蚊俾你細佬。OK， 咁你細佬咧之後咧就俾翻你喎。OK， 就俾咗你呢9500蚊。咁之後咧，你咧就喺你零用錢嗰度咧就攞1000蚊出嚟啦。OK， 擺入去呢9500蚊度，總共有15000蚊。呢15000蚊咧就俾翻你阿爸，即係咁樣嘅，即係咁樣嘅道理。嚿錢你阿爸之後就拋嚟拋去，拋去你度之後你俾翻你老豆。OK， 就係咁樣。OK， 嗱，咁咩意思咧？個意思咧就係你攞嚿錢出嚟拋嚟拋去咧，似乎有啲生意啊，即係喺呢個圖度 among 呢啲咁嘅公司咧，有大有細，嗰啲錢拋嚟拋去，好似真係有錢賺，有 transaction， 有生意做。OK， 咁但係咧，好明顯地係內卷嘅，內卷得好犀利。咁同埋銀碼唔細嘅咯，
你睇下英偉達懟入去 OpenAI 100個 billion， 咁然之後咧 OpenAI 咧，你睇下呢個右邊嗰度 OpenAI inks 300 billion cloud deal with Oracle， 3000億喎大佬，好多錢。呢個世界好多國家嘅 GDP 都冇3000億，都冇300個 billion。OK，OpenAI 即係 ChatGPT 嗰間公司同呢個幫襯呢個 Oracle 買 Oracle 嗰啲雲端服務，就呢個咁嘅 transaction 咧，300 billion 3000億美元，厲害啊！咁嗱，即係大家慢慢消化呢張圖。咁你可能會問，喂，咁內卷有咩問題呢？喂，你中國大陸都內卷㗎啦，OK，個分別好大，但係咁點樣呢？你中國內卷呢係全個經濟嘅板塊，即係所有行業、所有板塊都內卷。咁假設你有1、2個板塊或者2、3個板塊同埋行業係唔得嘅呢，係唔掂嘅呢，假設內房股過去嗰5年趴晒喺度，撲晒喺度唔掂嘅呢，你只係影響某一部分嘅行業、某一部分嘅經濟、某一部分嘅人，你唔會成個經濟、成個國家都對冧噶嘛。但係而家美國 AI 呢壇咁嘅內卷呢就唔同，佢呢個 business model 呢，我一陣間會講係好有問題嘅。OK， 咁但係假設佢呢個內卷失敗咗呢，你真係全個美國嘅經濟係對冧咗咯，因為上個節目都有講過，同埋正話啱啱開始都有講過，美國經濟係靠 AI， 係完全靠 AI 啊嘛。你攞走 AI， 佢美國嘅增長只係剩翻0.5%。OK， 嗱咁呢個內卷呢，嗱好快咁講佢發生咩事先啦。我哋由英偉達 NVIDIA 嗰度開始啦。嗱 NVIDIA 下邊嗰4.5個 trillion 咧係佢個市值啊，佢嗰個market valuation。好誇張㗎 ，OK 嗱，咁首先咧嗰個我哋睇 NVIDIA 同埋英偉達同埋 OpenAI 啊，英偉達咧就會投資100個 billion 1000億入去 OpenAI 度 ，OK， 咁咧之後咧 OpenAI 咧就同 Oracle 就簽咗一個 deal， 就買 Oracle 嗰啲雲端服務，就300個 billion 嘅3000億嘅 ，OK， 咁然之後咧英偉達咧就幫襯CoreWeave， 咁咧 CoreWeave 又係賣一啲雲端服務嘅嗱，今次就賣俾英偉達。咁呢個 deal 咧有6.3個 billion 嘅 ，OK。咁然之後咧 OpenAI 咧就會買 CoreWeave 嘅服務，咁呢度咧都有22.4個 billion 嘅。咁然之後咧 OpenAI 咧就會投資AMD 嗰啲晶片 ，OK， 咁呢度都有10幾億啦 ，OK。咁另外咧 ，NVIDIA 同 Intel 咧亦都有個 deal， 咁佢哋咧即係英偉達同埋 Intel 咧就打算一齊合作研發一啲 AI 晶片 ，OK。咁呢個 deal 咧就大概5 billion 啦，即係50億左右啦。咁然之後咧，今日就係咁樣啦。嗱呢壇嘢咧就風險都幾大嘅。但係咧，未講風險之前咧，再講一講佢即係點解設計呢個局出嚟先啊？呢個局咧，表面上咧就覺得好正 ，OK， 啲錢大家賺 ，OK， 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首先淨係呢班人賺錢嘅啫，其他美國經濟嗰啲板塊，其他啲大公司啊，你唔好話其他啲大公司啊，喺矽谷其他公司咧，都未必賺到。嗱，你會見到咧，佢冇 Google 冇 Meta 嘅 ，Meta 就即係 Facebook 嗰個母公司啊 ，OK 冇佢哋份嘅，亦都冇例如 IBM 啊咁嗰啲嘅。嗱，其實 IBM 即係大家都即係如果你係後生少少嘅，你未必聽過嘅。IBM 老牌美國科技公司，即係美國其他嗰啲科技界咧冇參與呢個咁嘅內卷咧，冇得玩嘅，冇得攞呢個着數嘅。呢班友仔又攞得着數，咁但係咧就係呢個問題咧，係呢啲錢咧只係益呢班人，去唔到其他公司度。咁同埋佢內卷咧，令到呢班公司嗰個市值嗰個 valuation 咧會增加，會增得好犀利。但係佢嗰個實在嘅好處咧，
係一個好大嘅問號。點解咁講呢？假設你做生意，你有一兩個大客，咁好係咪一件好事啊？有好又唔好，係大客你有錢賺，OK，但係只係得一兩個，咁呢一兩個如果出現咗問題嘅呢，你就撲咗喺度噶咯，你又唔掂噶咯，OK。咁即係呢個道理咧，係 apply 喺呢個情況度嘅。咁雖然呢啲大公司，例如 Intel 啊、Oracle 啊、Microsoft 啊、AMD 嗰啲，就唔係話完全靠呢個內卷去生存啦，佢有其他好多客噶嘛。咁但係佢呢班 player 揀將來嗰個 valuation 嗰啲增長咧，好明顯地係靠呢個內卷嘅。咁如果呢個內卷一出問題咧，佢哋就即係嗰個成個 AI 個泡沫就爆啦！一爆嗰時候咧，就會拖累成個美國經濟，因為美國經濟而家係靠呢個咁嘅 AI 行業。呢個 AI 行業一個好核心嘅動力咧，就係而家呢壇嘢。大家要明白，佢而家內捲緊呢嚿錢咧，唔係屬於可唔可以翻到嗰嚿錢，只係內捲嗰份咁嘅投資資本嘅啫。佢翻嚟嗰嚿錢咧，係靠例如 OpenAI 賣佢嗰個 AI model 俾全世界。如果佢賣到嘅咧，咁就 happy 啦。咁英偉達就可以繼續賣晶片俾 OpenAI 啦。同埋唔好忘記 AI 晶片其實即係顯卡啦，一啲非常高級嘅同埋貴嘅顯卡啦，即係講緊幾百萬嗰隻啦，即是英偉達啲 H100啊、H200嗰啲啊，即係唔係我哋打機嗰啲咁幾千蚊嗰啲顯呢啲咁嘅 H100、H200咧，佢哋嗰個 shelf life 咧，只係好短時間嘅啫，一年兩年嘅啫。個意思就係一年兩年之後咧，佢哋已經落後啦。原因就係已經有新科技去取代佢哋，咁所以 OpenAI 假設佢買好多英偉達 H200晶片啦 ，OK， 佢呢啲 H200晶片咧，只係用兩三年嘅啫，最多兩三年嘅啫，因為兩三年後咧有 H300、有 H400 之後 H500咁樣等等啦，明個意思啦，大佬 ，OK， 即係大家都即係知道科技嗰個發展幾快，好快咧有新一代。你用抌咁多錢去買硬件咧，好快又要取代叫 replacement 咯。咁到時又要嘔多一嚿錢出嚟買英偉達嗰啲最勁最靚嘅晶片嘅。如果 OpenAI 翻唔到錢翻嚟咧，佢好難去 justify 一大咁大嚿錢去買新嘅晶片嘅，啱唔啱啊？咁所以即係成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靠呢壇嘢嗰個 AI 係咪真係可以賣到全世界？係咪真係尖端到可以賣俾全世界？我可以話俾你聽，唔係，不是。點解呢？因為都係嗰句，中國 OK， 中國 DeepSeek、阿里巴巴嗰個 Qwen 而家係證實咗勁過美國嘅 AI 嘅，勁過 ChatGPT 嘅，勁過 Google 嗰個乜鬼我唔記得咗 Google 嗰個 AI model 叫咩名，已經證實咗啦。OK， 咁點樣證實啊？你係咪吹水啊 Anthony？ 唔係，大家可以上網睇翻。我舉幾個例子，嗰啲 benchmark testing 咧係睇得到。每次 benchmark testing 咧 ，DeepSeek、Qwen 同埋其他中國嘅 model 咧係優越過美國 ChatGPT 同埋其他美國嗰啲 model 嘅。另外，大概一個禮拜前咧有個 cryptocurrency 加密貨幣 trading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好簡單，佢攞咗6隻 model， 3隻中國 model， 3隻美國 model， 包括阿里巴巴嘅 Qwen， 包括 DeepSeek， 包括 ChatGPT 最新嘅 version， 同埋呢個 Google 嗰隻，同埋美國另外一隻，6隻 model 之中咧，中國嗰3隻咧係贏嘅。結果即係嗰個意思就係做加密貨幣 trading 咧係賺到錢，美國嗰3隻咧係輸錢嘅。OK， 所以即係憑呢個比賽咧，我哋睇得到，同埋其他呢個 benchmark testing 咧睇得到咧，中國嘅 AI model 係勁過優越過美國嘅 AI 嘅，同埋中國嘅 AI model 係平好多。OK， 甚至乎係免費俾你用嘅。有新聞出嚟，而家非洲、南美嗰啲地方咧，好中意用中國嗰個
嗰啲免費嘅 AI model 平靚正，美國嗰啲喂唔掂嘅，又唔掂又貴，OK，淨係憑呢樣嘢咧就即係可以話到俾我哋聽，OpenAI 同埋其他美國啲 AI 公司佢哋嘅 model 咧未必賺到錢，我唔會話完全賺到錢嚇，因為始終喺西方國家，例如美國啊，或者甚至乎即係西歐啊，即係英國啊咁嗰啲啊，法國嗰啲咧，佢哋因為政治問題咧，佢哋係唔會用中國 AI model，佢哋甚至乎會立例去禁止 AI model。我相信日本、南韓、澳洲咧都會咁做嚇，即係如果佢哋未立例，佢哋將來都會立例禁止 download 中國嘅 AI model，要逼住用美國嘅 AI model。憑呢樣嘢咧，美國嘅 AI model 咧其實都可以翻到啲錢翻嚟。咁但係其他國家咧未必用美國嘅 AI model，佢哋選擇會用中國嘅平靚正 AI model，就係咁樣。咁所以咧，美國嗰啲 AI model 咧未即係賺到錢，但係唔會話賺到天文數字咁樣。如果你賺唔到天文數字咁樣咧，可唔可以去 justify 呢個咁大嘅投資額咧？嚇，喂呢度唔少錢喎，100個 billion、1000億、300個 billion，呢啲好誇張嘅數字嚟嘅喎。咁但係你翻嚟嘅錢咧，即係都係一般般嘅啫喎。如果你係咁，呢個 model 好大問題咯。同埋如果你係投資者咧，你都會小心啲咯，你都唔會話抌咁多錢去買呢啲公司嘅股咯，啱唔啱啊？咁如果係咁樣咧，呢個 model 失敗咧，咁美國嗰個 AI 泡沫就爆煲噶咯喎，咁爆煲就即係會拖埋成個美國經濟噶咯。即係之前講過啦，嗰個哈佛學者都有講過啦，冇咗 AI 行業嘅貢獻咧，美國經濟增長只係得0.5% 嘅啫。OK，就係咁樣啦。OK，講到呢度先。諗到其他嘢，下禮拜先講啊。Thank you，拜拜。